Welcome to my office。潮流興打工做假期，即係 working holiday， 嘆世界變捱世界，因為要認識真正嘅世界。重溫以前超鍾意嘅旅行真人 show《打工捱世界》，令我又有咗逃離寫字樓嘅諗法。既然旅行體驗嘅打開方式有100種，咁今次就去澳洲邊打工邊嘆世界。買張900蚊嘅機票，喺新加坡轉機，落地 Sydney 泰 City 啦。紫色嘅春天超靚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廣州電台一些事一些情？我係因為 Hugo 提過 Queensland 先至嚟 Brisbane 噶。我要 holiday 就要先打工。廣東人嘅第一份工，梗係飲茶先啦。從茶樓燒味檔到壽司師傅，仲有 housekeeping 嘅 part time，12個鐘一腳踢，腰骨都直埋啊！唔係講笑，睇緊機票想返屋企嘅時候，一封嚟自海島嘅 offer 從天而降。1個禮拜之後，我就坐船去到紀錄片經常出現嘅大堡礁。呢份工都唔容易噶，鋪床、抹玻璃、洗廁所。哇！呢兩條友屙到成陽台都係屎。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收工就可以嚟嘆海底世界，睇海龜生蛋、海龜仔出世、日出、日落、星空。離開大堡礁，我發現原嚟楚門係真嘅，世界都係真嘅。Working holiday 嘅第2年，我從 Island Girl 變返 City Girl， 打緊咩工？下回分解。比起密度，我覺得旅行要夠深度。今期算係我打開澳洲旅行體驗嘅預告片。歡迎繼續 follow 接落嚟嘅澳洲10分 Aussie 系列影片。拜拜。